我觉得备战到现在都还不错，已经到最高水准。最高。大概多高？1到100有100。这么有信心？对。好，那觉得因为其实前阵子联赛也算还不错的成绩啊，觉得那样的经验到现在的整个准备下来，然后就是不管是整个团队还是你自己个人有什么样期许的表现？你说期许自己或跟球队有什么表现？对。我希望球队的表现就是可以比上一次还要更好，最好是冠军那一种。然后自己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然后拿 MVP。对，真的不会模仿。真的不会，我真的不会。OK， 好，真的 OK， 感谢。这次在今年透过台湾财务保险公司及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的大力支持，那我想我们以台北市这一批选手最年轻的选手来参与这次7月联赛，那全新的阵容当然有全新的希望，那请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其他问题。主要就是聊一下，因为当然我们知道跟球场开始合作就蛮多，那很多人现在觉得，这样子企业的赞助方面带给球队怎样，就是更想要实质帮助这样。借由企业的赞助，让这个企业联赛，尤其是在我们北师大里面的学生，他们可以有后顾之忧的去全力的去备战，然后在平时可以学业也可以顾得到，然后球技上可以更扎实的做训练，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他们有未来的那种计划，他就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然后可以全心全意在球场上做努力。对，因为其实像之前前阵子刚结束的联赛，球队好像自己已经蛮不错的成绩。那对，之后就因为毕竟企业就是这个周末比较长嘛，那从那边到协调这边，球队可能哪些部分可以再加强？我们是在今年3月份的全国的联赛是拿下亚军，那大专联赛是拿下季军，那都是这一批原班原马的选手去参与这个比赛。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因为他们年轻，所以接下来他们在比赛中就是要靠着教练团去一一的去掌控选手在临场上的表现，然后去做适时的指导跟指挥。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虽然很年轻，可是他们很有冲劲的话，在场上的话会给所有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你看，因为其实后来台上跟这个参与的这个活动，如果这个怎么样契机下，就或者说这个球队有哪个特质，就是让你看到就想要持续来帮助他们。台北师大的体育大学是非常优秀，尤其在体育界培养出球队的人才。我想我们企业界也是抛砖引玉希望说我们能够通过赞助，能够培养出更多一些优秀的一些这个运动选手。希望我们其他企业界也都能够跟我们一样赞助我们的体育，让我们的这个体育各项活动蓬勃发展。因为主办体育的发展是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国家国力强，体育一定强。那当一个体育一个赛事这个得胜之后，可以激励人心，可以让你国家里面更加的团结。所以我想，台北师大在这个代表是校长领导下，也享有很好的一个好评。像这个尤其台北师大的女子垒球的话，获取这个技巧非常优秀，也有不少的一些阵容。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期望能够看到师大的这个选手能够扬名国际，在国际上获得这一些光荣或者是一些第一名，让我们提升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些声誉，这是我期望。